欺君罔上的骗子！骗子！没有私藏朝廷的赈灾银两，那就把庄园里的仓库全都打开，让我们大家瞧一瞧，对不对？打开！给我打开！吵啊！再接着吵啊！这宅子是我裘贵的私产，你们想进去，凭什么呀？都是一群刁民！哼！你不敢给我们看，那就是心虚。让我们瞧瞧。怎么着？拿着这么几个家伙，想反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根据大清的律例，私闯民宅就是强盗，我可以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给宰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乡亲们，反正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裘贵，你有种就把我们这些灾民全都杀了吧！杀了吧！杀了吧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后退！后退！住手！看见没有？刘大人来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别起了！起什么起？都吵什么？闪开！闪开！姐夫，姐夫，您可算来了。不能相信他们。官儿说的话都不能信，对着眼见为实。记住了啊！都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他来了，看他有什么要说的。看他怎么说。他带了这么多人，看他怎么说。看他有什么解释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么晚了，大家来到裘府门外，所为何事啊？刘德昭，你把朝廷拨下来的大批赈灾粮、赈灾银子，通通的转移到了你小舅子的庄园来了，却欺骗我们说朝廷赈灾不利。你这个欺君罔上的骗子！骗子！骗子！吵什么？都吵什么？给我闭嘴！骗子！骗子！你这简直是在造谣！若是引起民变，你吃罪得起吗你？哼！他说我们造谣，在你小舅子的庄园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堆满了粮食和银子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胡说八道，哪只狗眼看见的？你亲眼看见的？他肯定不这位老者，难不成你开了天眼了？你可以隔墙视物，又难不成又在胡搅蛮缠？你这臂膀之上生了翅膀，可以飞越过这道院墙，到库中去查看？我跟你说，不要再造谣生事，否则本府即刻拿下你。刘德昭，你少吓我！就在1个时辰前，有2个蒙面大侠，带着我们2个年长的灾民，翻过院墙，去庄园里的仓库看了看，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呐！快看，乡亲们，你们看，真是大胆呀！这是我刚刚在庄园的仓库里随手抓的粮食。对，我这里的大米也是刘德昭小舅子的庄园里找到的。为什么不给我们粮食？你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乡亲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2个蒙面之人乃是江洋大盗，甚至是前明的余孽。胡说！他们想利用这次旱灾，煽动灾民闹事造反。他们才不是江洋大盗，更不是什么前明余孽，他们是替天行道的大侠！大侠！难道是你，巡抚大人刘德昭？你和你们那帮狼狈为奸的官商们，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！你们虽然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却上欺君下欺民，
你们比那些潜名余孽、对大清的江山危害更大。对，祸国殃民。且夫，好，即使他这院中的仓库之中放着官银官粮，你怎么能说就是朝廷调拨的赈灾之粮呢？这个刘德昭，对呀，你们听着，我裘贵就是这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我的仓库里有粮食，奇怪吗？那也是我花高价从别的地方买来的，与你们何干呀？花钱买来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你这粮食是从外地运来的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从何处贩来的？是从湖北。湖北。你放屁！这根本就不是湖北大米，而是北方的大米。朝廷调拨的赈灾粮，就全是北方的大米。骗子！别吵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家里粮食这么多，只有一部分是从湖北买的，其他的都是北方的大米。你们看这个裘贵，好啊，还真能狡辩。那你是何时从北方贩回大米来的呀？就是这个月。你撒谎！北方的大米早就被朝廷征调收购了，北方的粮行根本已无多余的大米用来外销。怎么解释？你是何人？你怎么知道这赈灾之粮它不是北方大米？你又怎么知道这北方的粮行现在已无米可销？刘大人不必管我是谁。如果你和你的小舅子真的问心无愧的话，不妨打开粮库，让我们大伙看看。对呀，顺便把你们进货的账本都交出来，让我们一一核对。对，打开仓库，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，交出账本。官儿啊，此人身份可疑，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。是。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。他们要抓你。你放心吧，以我的功夫，他们根本奈何不了我。武林高手就是任性哦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！除了粮食，我们还在庄园的一处银库里发现了几十箱白花花的银子。大家看，看，刘大人，我看你和你的小舅子如何解释？姐夫，这个事儿，怎么样？让他说，看他怎么说。你们大家说完了吗？好，说的不错，确实是这园中的仓库确实存放着部分的官银官粮，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，官府的仓库年久失修，是漏风漏雨啊。故而本府就借用了他裘府的仓库。那就请刘大人开仓赈灾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。对，乡亲们，让他放粮，放粮。乡亲们，我跟大家说句实话，这些放在里边的官银官粮，并不是朝廷下拨的赈灾的银粮，这些乃是我太原府1万驻军的军粮军饷。他说这乡亲们呐，军粮军饷，岂可煽动啊？刘德昭，你凭什么说这些是军粮啊？
我刘德昭乃是山西的巡抚兼兵部侍郎，这山西的军政要务都由我来监管。这些银两的性质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休要再次胡闹，再要胡闹，那就是造反！造反！来人呐！在！将这几个带头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是。这个就是在十万！凭什么抓？凭什么抓我们？你凭什么抓我们？请把人大佐大人保护住他。主子，您不能冲动。刚才探长来报，刘德昭调了一队地方兵来保护他自己的庄园，我怕他狗急跳墙，对主子您不利啊。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听我说啊，本父我心疼你们大家伙儿啊！别听他胡说！我刘德昭说句掏心掏肺的话呀，这院中囤的都是军粮军饷啊，谁敢强拿，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，杀头之罪呀！方才逃走的那几个人，他们乃是前明的余孽，他们是想利用这次旱灾，想借此让大家闹事，那是忤逆不当，那是要造反。本府只追究这几个带头之人的罪责，其余之人如果在片刻之间离开此处，本官既往不咎。如果说还不离开的话，那本府就把他视同前明余孽，格杀无论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呦，姐夫，今儿亏的是你来了，你要不来，我太闲了我。不是你说你这小子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？啊，孟护卫说了多少回了，你这庄园之内的机关只能对付一般的盗匪，对些高手那是形同虚设呀。不听啊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行，我呀立马加派人手，然后找孟护卫重新布置。哎，今儿个孟护卫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我派祥和去舒府打探消息了。如果这个舒婉心要为难咱们，让这个钦差大臣给咱们出难题的话，到那个时候，就应该送他下去陪他爹。我发现我跟你小子都学坏了。哎，姐夫，我哪儿成啊？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样？不太顺利。没想到裘贵名下的产业那么多，我好不容易才查出来，舒婉心被关的地方。本想着天黑了再把她给救出来，可是没想到在天黑之前，他们就把舒婉心给转移了，害我扑了个空。把她转到哪里去了？听说是准备送给巡抚大人尝鲜啊，现在应该在巡抚大人的府上，可是我不知道巡抚大人府上的地形和位置，所以就先来找你。他们把舒婉心交给了刘德昭，难道舒婉心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吗？应该没有，估计舒婉心知道刘德昭和他父亲舒建是死敌，所以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如果刘德昭见到了舒婉心，会不会认出她就是舒建的女儿？应该不会。像这种官宦家的小姐，平常是不会抛头露面的，更不会让刘德昭死对头看到她。那就好。师傅，你暂时还是不要露面，以免这府上的人认出你不是舒婉心从家里带到宫里的嬷嬷，惊动了康熙。我明白，我现在就走。
此人功夫很高，会不会是自己人？姑姑，师傅，这不是我们的接头暗号。婉妹，是我，我来救你出去。婉妹，婉妹，是这样。怎么办？我对舒婉心这个情人一无所知，如果见面可能会露馅儿。那就先别出声，静观其变。婉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我呀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婉妹，我知道你爹刚刚走，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。你不光恨刘德昭，你也一定恨我，恨我助纣为虐，没能救你爹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但是婉妹，害死你爹爹的是吴三桂，真的跟刘大人没有关系。哦，师傅，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谁？刘德昭的护卫孟祥和。他今天曾随着山西的地方官员来府上吊唁。刘大人因一直在忙着处理政务，无暇亲自前来祭奠，故先派了我等前来吊唁，并向娘娘请安。没想到，舒婉心的情人，居然是他爹死对头的贴身护卫。婉妹，你现在赶紧出来跟我走，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再慢慢跟你解释。婉妹，你要再不出来，就说我冒昧闯进来了。哎，你不能进来。婉心，你现在身份特殊，你我隔窗交谈，若是被人撞见，我是怕会连累你。你还是让我进屋再说话吧。不行，你不能进来。我不想见你。谁叫你助纣为虐了？刘德昭害死了我爹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婉妹，行刺你爹的凶手真的跟刘大人没有半点关系。在医馆中下毒害死你爹的是吴三桂的手下石青红。虽然毒死我爹的是石青红，可下毒的人除了石青红，还有义成。难道这义成不是受了刘德昭的指使？婉妹，我从未骗过你。义成的确是受了刘大人的指使，但是他被诬陷勾结盗匪，还在他家里搜出了1箱银子。刘大人把他全家老小所拿入狱，还逼着他来害你爹。当时我在外面剿匪，不在府上，没来得及阻止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怨我。不，我不怨你。可是，虽然下毒的是这个石青红，但他也只是赶在了义成之前罢了。在我心里，刘德昭仍然是害死我爹的凶手之一。如果你真心待我，那就帮我杀了刘德昭，替我爹报仇。婉妹，你我曾私定终身，按理说，你爹也是我爹，我为他报仇也是分内之事。刘德昭作恶多端，就算不为你爹报仇，我也应该杀了他，替天行道。可你也知道，他曾经救过我爹娘。我爹娘在临终前曾要求我保护刘德昭10年，我便立下了这10年之约。如今距约满还有1个月，那约满之后呢？你可愿替我报仇？纵然约满之后，我也不能亲手杀了他，否则我爹娘在天之灵也不会原谅我。但我也不会再昧着良心保护他。他造了那么多孽，我相信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。既然你不愿意帮我报仇，那你就快走吧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我爹的仇，我自己去报。婉妹，你现在先别想着报仇。刘德昭现在一心想要收买钦差大人，但他知道你肯定不会放过他。况且有你在，钦差大人也不会跟他同流合污，所以他早已经对你起了歹心。你若继续留在这里，便不能平安的回宫去了。你是说，刘德昭派你来杀我？不错。婉妹，你逼我杀刘德昭，刘德昭逼我杀你，可我宁死也不能伤害你们任何一个人。婉妹，我也安排了一个隐秘所在，你马上跟我走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安全。
叫！奶娘，是我。孟小河，是你？哎，你怎么还敢来呀？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，万一被钦差大人撞见，那可如何得了啊？原来，这黑衣人竟然是丽嫔在宫外的老相好。奶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找婉心说几句话就走。你和小姐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你要是真心为小姐好，就不要再来找她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小姐现在不仅是封了正三品的丽嫔，还已经怀了龙胎了。你说什么？婉妹她已经……丽嫔怀了龙种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婉妹，你别过来！我要不要叫人来呢？丽嫔的相好居然能避开守卫潜入府中，想来武功高强，说不定我一出生就没命了。就算叫来了侍卫拿下了他，此事有关皇家体面，皇上又很宠信舒氏妇女，只怕我的下场反而不妙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原来你根本不是因为你爹爹的死不能原谅我，原来你早就背弃了我们的誓言。你邀得皇帝恩宠，现在居然还有了身孕。哎呀，你还是听奶娘的话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婉妹，你变了，你曾说过你宁死都不做皇帝的女人，你说你会千方百计逃回来找我。是我无能，我无力阻止你爹把你送进宫，我更无法进皇宫里把你救出来。但我一直记着咱们的山盟海誓，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，我怕哪天你轻生了，我也不会再苟活在这个世上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孟哥哥，你还是快走吧，趁没有人发现我们，不然对你对我都不好。我不怕被别人发现，如果真发现，我便认了行刺嫔妃的罪名，然后我供出刘德昭，也算是替你报仇了。我与刘德昭一起上刑场，也就一了百了了。你何苦如此啊？你快走吧，趁现在还没有人发现。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在担心你自己？你是不是怕被人发现了，你会失去皇帝对你的宠爱？你现在贵为娘娘，安享富贵荣华。婉妹，我不相信你会因为这些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你不要！你喜欢那种囚鸟一般的生活吗？婉妹，跟我走，我早就找好了一个隐居的好地方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婉妹。哎，你不要逼我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再逼我了。婉妹，我没有逼你，但是你必须要跟我走，你再留在这儿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你爹爹已经不在了，你娘家没了人，你万一出点什么事，谁还能为你撑腰？就算我保护你逃过了刘德昭的暗杀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等你回到宫里，你斗得过后宫那些狠毒的女人吗？我不要你管。婉妹，你跟我走。
刘德昭这个狗官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办了他。哎呦，主子，您小声点儿，小心这书府里也有刘德昭的耳目啊。也难怪主子生气，这个刘德昭信口雌黄，软硬兼施，完全把老百姓视为蝼蚁。他也没把我和朝廷放在眼里。山高皇帝远吗？主子，你把刘德昭手下甩开了没有？还没进城就已经甩开了。不过我打探到了一个新的情况，只怕你听了会更生气。什么情况？进屋再说。主子，主子，丽嫔呢？可还安好？丽嫔娘娘已经安歇了。请。你不是婉妹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把婉妹怎么样了？好身手！没想到一个女流之辈居然有这样的功夫。你到底是谁？婉妹到底在哪儿？她没事。师傅，手下留情，走开！他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，留不得活口。师傅，此人与我们无冤无仇，又是个重信义又痴情的好男儿，饶他一命吧。糊涂！如果放他走，你我的身份会暴露的。不会的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跟他好好谈一谈，我能说服他。臣听灾民说，他们本来也有一些在外地做粮食生意的亲朋故友，想要运一些大米进山西，平价出售，以帮着缓解灾情。不料，几处运粮的主要通道，包括水路漕运和官道，都被刘德昭借口剿匪给封锁了。凡是运粮进山西的，都要征收高额的税费和通行费。听说这个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，不仅是本地最大的粮商，还是山西商会的会长。我觉得一定是他们把持了整个粮食市场，不让外地粮食进入，好大发国难财。不杀这个刘德昭，天理不容！主子息怒。主子，您暂且息怒啊。奴才看着刘德昭的行事风格，那是先软后硬，能骗就骗，骗不了，他可就打算霸王硬上弓了。刘德昭现在掌握着山西1万地方兵的军权，我怕他知道了一切丑行全部落在主子的眼里边，他会狗急跳墙，到时候对主子不利啊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只能等到回宫之后才办的，我忍得了。再免怎么当？当然不能忍了，再等1天，不知道饿死多少人呢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干脆把他们私吞的赈灾粮款全都结出来，发给老百姓。你要打劫官银官粮？世叔姑娘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。是啊，这明显听着世叔姑娘就是在开玩笑啊。且不说这打劫官仓，那是诛灭9族的大罪，就凭我们这些人手，那叫虎口夺食，那不是去送死吗？哎呀，咱们这么点人，怎么就不能虎口夺食了？这以前啊，我跟我哥哥，我们2个经常什么？经常打劫官银官粮？没有，我吹牛的，吹牛而已。你真的只是吹牛而已，没有做过那些违法乱纪的勾当。我也不能骗你，但是我们2个是看那种贪赃枉法的贪官，偶尔会想教训他们，所以顺便揩点油，顺点东西。哎，但都是小打小闹，无伤大雅，无伤大雅。主子，您千万别听易欢瞎说。我们之前行走江湖时，难免做过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勾当，但都是迫不得已，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。孬小弟，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呀？你这样看得我心里都发毛了。教训的好，我要是你哥哥，要是有你哥哥这么高的本事，
遇到了刘德昭这种狗官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啊，你吓死我了！不过龙小弟，这事儿你真要追究责任，还不是因为你没管好你底下的官，让他们喝老百姓的血，吃老百姓的肉，逼得老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。环妹，就算这不是在宫里，当着主子的面，说话也不能口无遮拦。叶欢说的对，官逼民反，都是朝廷的罪过。是我的罪过。孟大哥，先喝点水。你放心，舒婉欣没有死。我叫雪倾城，是舒婉欣的好姐妹。因为她要回太原找你，所以我才找名医易容成她的样子，顶替她入宫。这是她给我的信物，你应该认识的。那婉妹现在在哪？既然你是刘德昭的护卫，那你应该认识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吧？裘贵前几天在淮阳村强抢了一个民女，你可知晓？刘大人和他那些亲友们所干的那些勾当，我既无力阻止，就索性装聋作哑，从不过问。那你可就险些犯下大错了。他强抢的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舒婉欣。本来我是想救她出来的，可是没有想到裘贵把她送进了太原城，说是给刘德昭尝尝鲜。哎，莫大哥，你先别激动，小心惊动了府上的人。刚刚我跟师父正在商量如何去救舒婉欣，正巧你就来。孟大哥，我说的都是实情，你要相信我们啊！我相信你们。今天我还听裘贵在那儿说，又物色到一个绝色美女，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要献给刘德昭尝鲜。刘德昭说他忙着应付钦差大人，暂时没有心思。没想到他们说的竟然是婉妹，这帮禽兽！既然刘德昭这帮人都是禽兽，孟大哥为何还要拒于一己之私，替他卖命呢？守信义固然重要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你这可就是助纣为虐了。虽然我不是舒婉欣，可我相信，我今晚说的话，也会是他想对你说的话。孟某受教了，二位容我再想想。敢问二位，究竟是何身份？为何要顶替婉欣进宫呢？这个我们就无可奉告了。总之，你现在只有2条路可走：一是我们杀了你；二，与我们共同合作救回舒婉欣。然后你带着她远走高飞，从此与我们再无瓜葛。无论我们要做什么，都与你毫无相干。索图，在。离山西最近的8旗亲军在哪儿？主子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忍，但救灾之事不能等。我要尽快办了刘德昭，赈济灾民。主子，在咱们出京之时，太皇太后曾经悄悄地吩咐过奴才，说若路途当中遇到什么意外，可以去山西和直隶交界处去调御八赞统领的一队清军。这队清军驻有3万人，而且装备精良，兵士也全是咱们8旗子弟。好，那你带上我的金牌，带上几个侍卫，天一亮就出发。我留在这儿，继续和刘德昭周旋。待御八赞亲军一到，我就把刘德昭就地正法。可是，皇上，怎么了？
奴才此去调兵，最快也得10日。出门的时候，太皇太后一再交代，让奴才寸步不离地保护主子。若你不亲自去，就算有我的令牌，也难以调动于巴赞的亲军。哎呀，可是皇上，奴才这一走，您身边就只剩下几个侍卫了。万一和刘德昭冲突起来，我怕他们保护不了您的周全呢。怕什么呀？不是还有我跟我哥哥吗？我跟我哥哥可以保护。主子的安危大事，其实我们能担当得起的。还是听索大人安排吧。索图也得听我的安排，就按我说的做。你去调兵，我身边还有奕欢和李太医呢。那就有劳奕欢姑娘还有李太医了。放心吧，奴才明日就出发。多谢2位不杀之恩，告辞。等一下。师傅，倾城，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？这个人，只因为父母生前受过刘德昭的恩惠，又在父母临死前答应过父母要保护刘德昭10年，哪怕此后目睹了刘德昭的种种恶行，内心饱受煎熬，却依然信守承诺。如此重信义之人，值得信任。希望能够顺顺利利救出舒婉心，悄悄送他们小2口离开太原城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倾城，奶娘为何说起你已经怀有龙种了？都怪奕欢，他为了应付奶娘，就撒了这么一个谎。奕欢这个小丫头。倾城，我还是不太放心这个孟祥和，不如我暗中跟踪他。你有什么事情找我的话，就发信号给我。是。皇上，是我。小姐，我刚刚是怎么了？奶娘，你刚刚睡着了，可能是太辛苦了吧？刚刚我好像看见……你别说了，我不想见那个人，你也不要再提他。小姐，我明白，您这么做是对的。您呀，不应该老是念着以前的人和事，就应该一心一意的侍候好皇上，最好这一胎呀还能生个龙子。对了，小姐，我给你熬了鸡汤补补身子，我给你盛去。舒婉心虽然无父无母，却有孟祥和这样痴情的郎君，又有奶娘这样真心爱护她的亲人，比我幸福多了。索图啊，你是要吓死朕？皇上恕罪啊！因为奴才是天一亮就要赶着去搬救兵，白天有些紧要话当着师叔姑娘他们不方便说，所以只好赶在这个时候来悄悄地跟您汇报。朕知道，你是不放心奕欢他们兄妹2人。皇上，鳌拜曾几次提醒奴才，说要让奴才多留心着世叔姑娘和李太医。他说他们来历不明，恐怕是居心叵测。朕明白，鳌拜也提醒过朕，但你不是也说过吗？这不过是鳌拜在挑拨离间。是。可是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啊，皇上。这世叔姑娘和李太医的来历的确是个谜，万一他们真的是另有企图呢？我们
不得不防啊。他们二人都是来自江湖中人，他们的师傅也都是隐居山野的世外高人，所以他们不愿透露师门也是情有可原。再说了，这一路上他们对阵是忠心耿耿，并无半点差池。他们要是想行刺朕的话，在鳌拜杀朕的时候大可以下手，为什么还要拼了命的保护朕的性命？要是这样，朕还防着他们，未免也太寒了他们的心。皇上说的有道理，可是这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如果现在是在宫里，那奴才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可现在毕竟是在宫外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皇上，您别忘了，他们俩来历不明啊。朕知道，你担心他们是反清复明联盟的奸细。说实话，朕也有那么一点点担心。但是朕想过了，他们兄妹俩如果真的是奸细，这一路上已经有太多行刺朕的机会。可为什么他们都放弃？这说明他们有比杀朕。他们兄妹俩如果真的是奸细，这一路上已经有太多行刺朕的机会。那为什么他们都放弃？这说明他们有比杀朕更大的图谋。更何况，朕看得出来，他们兄妹俩本性纯良，他们现在一定希望的是朕尽快解救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灾民们。在此之前，朕是不会有任何性命之忧的。佐图，你就尽管放心去吧。原来主子心里早就有数了，那奴才就放心了。奴才一定快马加鞭，速去速回。奴才告退了。叶欢，朕相信一定不会伤害朕，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。你们真的没有骗我？你们真的不会危害到皇上？叔父放心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有什么行动的话，一定会提前通知叔父，给叔父留好退路，绝对不会连累叔父无辜送命的。你们可千万不要胡来！我告诉你们，皇上对你们未尝没有防范之心，只是他胸怀博大，少年老成，又极为沉得住气，所以才不动声色。你们要真是有什么不好的念头，趁早给我打消了。叔父不是说永远不认我们这些亲人了吗？怎么又将如此隐秘之事告诉我了呢？我真的是不想认你们，因为我不想为了你们把我这条老命搭上。可是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剩下你们这几个亲人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命啊！叔父这份心意，侄儿心领了。如果我爹知道了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告诉他，你不要让他误以为我回心转意就有机可乘了，越发来缠着我。我不想让你们送死，这是我能为你们做的最大限度了。你们可不能得寸进尺啊！啊！哎，大人，孟护卫受的内伤不轻，需要好生调养啊。那你就下去开方煎药吧。啊，是。大人，祥和呀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啊。钦差大人带的那些侍卫，都是大内高手，卑职愧对大人，未能完成任务。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了。哎，龙三他们看清楚了你的脸没有？没有。卑职一看情形不对，只求全身而退，不敢恋战。
也好，咱们就另找机会吧。祥和呀，还有1个月，你这10年之期马上就要满了。期满之后，可还愿意追随本府啊？多谢大人抬爱，卑职本就是个江湖浪子。待期满之后，卑职还是想隐姓埋名，浪迹江湖，过起逍遥散淡的日子。也罢，人各有志，我也就不强求你了。啊，本来你有伤在身，应该早些回房中歇息。可是你舅老爷的庄园的机关被贼人给破了，所以还要烦劳你赶紧赶到你舅老爷的庄园，把那些机关修补好，以免那帮贼人再次潜入。哦，卑职的伤不碍事，那卑职现在就去舅老爷庄园，把机关重新布置一下。哎，等等，不急这一会儿，喝了药再去。多谢大人关心，那卑职先告退。走吧。老爷，我看这孟护卫倒真是奇怪。平日里啊，你给他那些赏赐，他虽说没拒绝，但也从来没露过什么喜悦之色。你说给他几个丫鬟伺候着，他也说不要。虽然他平日里对大人忠心耿耿，可不知怎么的，总觉得这个人养不熟呢。一个不贪财、不好色的男人，是最难以驾驭的。他能够跟我10年，也是为了信守他父母的承诺。看来这10年期满后，我是真的留不住他了。若真留不住，倒也罢了。我就怕他反过来，对老爷不利。哟，孟护卫，今天怎么有空来庄园了？我奉大人之命前来调整这园内所有机关，还需上楼查看一下园中地形。请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孟哥哥，是你吗？孟哥哥，婉妹，你且忍耐一下，万万不可暴露身份。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我便救你出去。还要等多久啊？
刘德昭的守卫之约还差1个月，所以还得1个月。那么长时间啊！万一这途中我被那球柜献给刘德昭了，怎么办啊？不会，刘德昭眼下忙着应付钦差大人，无闲暇亲近女色。况且昨夜我也受了内伤，待我与刘德昭约满之日，我的伤也应该好得差不多了。那时，我便带你远走高飞。你受伤了？伤在哪里？重不重啊？啊！你不用担心，一点小伤，养养就好。婉梅，你多保重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爹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他还好。那他是否知道我被人劫走了？他还不知。不知。你被劫走以后，有一位与你长相相似的女子冒名顶替你进了宫，所以你爹爹未曾察觉。什么？有个人和我长得一样，顶替我入宫了？啊？这个人是谁啊？婉梅，此事颇为复杂，我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。但你千万记住了，这段时间万万不可暴露身份，只等着我来救你便好。好，我等着你。好。现如今可比以前好多了，这样我也省不少钱。有人顶替我入宫了。咱们先帮我看。行，就差不多了。这给你。马上就好。我来试试。哎，行了，别给我们添乱了。我来。哎呦，行了吧你？你这样揉，灾民到晚上都吃不着。哪有你这样揉面的？那是这样揉，这样揉的，不是这样揉。看着我弄啊！这个馒头的大小啊，你得弄得均匀一些，要不然到时候灾民饿急了眼，就会争大嫌小，知道吗？来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得了。慢点了。大家来排队了，吃粥拿馒头啦！每人一个馒头，1碗粥。别急啊，来这边拿馒头。排队啦！来，你拿啊，拿好，拿着小心烫，小心点啊。拿着。每个人都有份儿啊，不要急。来，拿好。给。来。给你。来，拿好，拿馒头。老太太，怎么样？人已经没了。大嫂，快喝点粥。大嫂，
这孩子怎么一直哭啊？是不是饿了？你快喂他喝点奶吧。哪里还有奶？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。不哭了，你爹跟哥哥姐姐们都已经饿死了，到不了多久，说不定我们一家子就可以团聚了。大嫂，来把孩子给我，我帮你哄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来，给我。好。哎呦，哦，乖，不哭了啊。谢谢小哥了。大嫂，粥太烫了，先吃个馒头吧。乖啊，别哭了。干了，上面有人，交钱吧。拿下！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，就是您的眼泪啊。说实话，朕自小长大，除了8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亲薨逝以外，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。让管家找个奶娘，好好把她养着，好好把她抚养成人。所需用途，我会派人一一送过来。钦差大人真是心善。这孩子虽然父母双亡，很是不幸，但能遇到钦差大人，也是他的福分。奴婢一定好好照料这个孩子。这索大人还得有10日才能把兵给调回来，每迟上1日，不知道饿死多少人，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了。据我打探的消息，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灾民涌进太原城，每天都要饿死好几10个。官府来不及掩埋尸体，只能把尸体集中到城外，一把火烧了。龙小弟，我们真的还要再等上10日吗？这10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去把那些私吞的官银官粮全都劫出来，发给老百姓。环妹，大清律例，抢劫官银官粮可是死罪，诛九族的。是叔姑娘，就算是在宫外，但这种混话也是不能随便说的。哦，主子，环妹从小就冲动任性，说话不知轻重，请主子恕罪。今儿个我也冲动任性一回，去把刘德昭他们私吞的官银官粮劫出来。当真？
你这个皇上带头抢劫官府啊？对，但是我们要想一个万全的计策，不劫则已，一劫必中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大哥最在行，我大哥一劫绝对成功。环梅，其实叶欢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们两兄妹以前闯江湖的时候，必定做过很多违法乱纪之事。你都跟主子瞎说什么了？我没说，他自己瞎猜的。叶太医，你不必急着否认，也不必埋怨叶欢。对于你们过往所犯之事，我今日就金口玉言，赦了你们。多谢主子恩典。微臣以前闯荡江湖之时，的确做过一些不法的勾当，但如今是全心全意跟着主子，没有主子的吩咐，绝不敢任意妄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心中不必再有包袱，只管好好的给我谋划谋划，怎么样顺利的结出银两，救助百姓。臣遵旨。剑青，你今日怎么如此糊涂啊？你居然敢答应帮着皇上打劫官府，你这就等于是默认了你们过去是打劫官府的盗贼，知道吗？叶欢就是这样，总是说漏嘴，一点分寸都没有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么一来，康熙只会把我们当作是一般行侠仗义的江湖盗匪，反而不会疑心别的。那你们也不该真的去打劫官府啊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？康熙都这么说了，我能不做吗？我自会把一切安排妥当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大不了放弃行动。劫不到粮食跟银子，我跟欢妹自有办法脱身，叔父不必担心。你们呐，毕竟还是太年轻，不了解皇上的心思。此时纵然成功解了皇上的燃眉之急，他或许此时赏识你，可是等他冷静下来，他又会觉得你目无法纪，不易控制，到时候又会对你们生出排斥防范之心。多谢叔父提醒。叔父说的这些，侄儿心里何尝不明白。但是，这次行动若能顺利完成，就能解救诸多灾民。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可是如此一来，你跟易欢的处境就十分危险，我也危险呐。叔父，你如今有钱有势，吃腻了山珍海味，所以你不再关心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灾民。可你难道忘了吗？当年跟我爹在死尸堆里找食物的惨状。你当年但凡有3寸宽的活路，又何至于进宫当太监？这次行动，如果真的能解救这些灾民，我们能避免多少这样的悲剧发生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，不是吗？哎，龙小弟，我刚刚给你2颗变身丸，还没有给我钱呢。我现在哪有钱给你啊？行吧，那我就先记在账上，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，利息看着给吧。